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昂爽在心内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甲咱讲的就是减肥。讲真经啊，我真爱讲真啦。啊，不过我有减真济啊。真正减足济。莫伫家看我的腹肚啦。你才看过无看到迄个唐丽的迄个腹肚咧。我较早是下落还佫无看迄咧，即马拢有看啊。真的呢，你若看减足济，减6公斤啊呢。有影吼。你敢若这个所在就减6公斤。啊，你安那减的啊？我都不爱食。啊，安尼咁好，你唔好啦。有的人是无通啊食，啊有的是不爱食。减肥方法真济啦。嘿啦，我别减，有的食药啊啦。我迄上冇。食药啊吼，真正会佫复胖。一直老，一直老。嘛无一直老，伊讲我若照食，什么拢照食，只要照正常食，但食到尾啊，无食你佫复胖。哎呦，啊，我讲啥物抽脂迄嘛？哎呦，我只无爱。安尼哦，大腿安尼，啊你拢安尼减？我唔敢，嘿，安尼就恐怖呢。所以吼，不管咱我感觉咱的减肥吼，一定爱健康。是。啊，上好吼是看咱健康，还有个趣味的地脚较好哦。来，请。老早，啊，昨困了好无？好。啊吼，这是阮民宿吼，今年吼这个推出的免费早餐哦，然后恁尽量用。啊，若讲吼食不够，佮我画一箱，我甲你传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多谢。高赞，咱家高赞，我传迄免费早餐哦。哎呦，那家伙毋是讲无，当是改。今年才推出的。安尼哦。哦，手工。加油嘿！多谢呢。看一下新闻哦。啊，好，看新闻。塑化剂真的是让闻名全世界的士林夜市的摊商觉得晴天霹雳。目前呢，塑化剂啦！你甲看，咱逐工咧省到要死啊！你唔甘用，唔甘看，你个逐项食物件拢塑化剂。哎呦，这边对，啊，唔食几年啊啦！哎呦，咱家无啦，阮遮哪有什么塑化剂啊？我跟你讲，阮迄早餐哦。拢特别去挑选，拢无塑化剂，做你安心吧食。安心。你伫电视播甲你，电视，我甲你讲，透早莫看这个新闻报道，透早新闻个心情会袂好啦。咱来看迄个卡通影片，不，唔是，迄甲禁啊，莫看。哎呦，我看是莫食好啦，我伫看伊果酱内底拢塑化剂。有可能啦。无啦，这你若不爱信吼，我食互你看。这果酱内面吼，拢无塑化剂，来。我摕一个互你看，你食看。哦，阿娘话，有够甜有够芳的啦。我食吼。你真是叔叔啊，啊，当然无要紧。又买一要食一个好，来，哦，足甜的。啊，阿娘话真正好食啦。无问题。我若真正有塑化剂，我就若变塑胶人啊，拢直啊。嘿啦，咱客，你甲看阮的民宿哦，遮清气啊，早顿拢足卫生的，你放心啦。对，你放心。有做生意足实在的，你放心。卖烦恼啦，来，谢谢哈。你看这个哦，可能真正无塑化剂。放心啦，啊，咱加来啊，咱是绝无改变。咱去，莫安尼转去转倒啦，有啥物代志慢慢讲就好。你安听一下，害我惊一个。加抓！啥物？啊！
大姐啊，你惊什么下人家啊？那看到这红葱头是哦，咱欠芳迄啦，迄红葱头啦，这像什么家？啊，若讲家庄哦，你嘛免惊，家庄伫咱台湾吼，满世界嘛有。对啦，去家庄唔免啊，免惊。什么红葱头？红葱头哪有生骹？我头食4支骹落啊！你拜托的，你拜托的。哇，你真福气呢，安尼足营养啊！不是啊，你食4支骹哦，哎呦，无啦，迄无要紧啦，迄甲你讲迄红葱头，迄个水啦。你看。小鸟，莫黑白讲话啦，小朋友。迄款的好咯，毋是家庄，迄甲你讲过啊，红葱头啦，迄无什么好惊，无什么好惊嘿。是什么叫红葱头？我甲你换一盘，无喏，头家你讲我嘛无效啦，你安尼无卫生，咱那食了啦，看医生看要安怎？我跟你讲吼，而且吼，我已经吼翕相翕起来。啊！哎，我甲你吼铺入网络，我看你这经生意，看要安怎做就好。咱见面3分情嘛，咱若见面就是朋友啊嘛，咱就遐后计较。我讲你头拄食迄红葱头，我甲你换一盘新的。对啦。啊无，迄明就是家庄，你就是红葱头。啊无安尼啦，哟，2000啊，互你去缀囝，互你缀囝吼，歹势。2000，你当作我是去食2000，行。无咯。莫安尼计较，大家拢是朋友嘛，甲你讲过，啊，即款吼，莫抱迄什么网络的啊，麻烦的，莫甲删掉啦吼。大家好讲话，这无这拢摕起来，多1万。早讲嘛，我这好个字条。这字啊，你家己啦，家己啦，我甲你斗宣传，我有啥物上好食，好，叫人来吼。有人去啊，伊早就有够好食啦。卫生啦，因两个讲的拢真好啊。阮即间的这个早餐哦，甲你保证，真正拢无什么塑化剂，无什么足卫生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若对面迄间我就唔敢保证哦。啊，有人来，宣传啦嘿，宣传。迄两个，进来。对，耶！天天民宿照顾提供早餐哦。哎，进来哦。真的，听讲恁早顿内底的哈姆有瘦肉精，有无？有啊！啊，听讲你的鸡卵内底拢是基因改造的，有无？有啊！哈，啊唔哪安尼哦，你的果酱内底有塑化剂，有无？有啊！都无啦，而且吼，啊，搁有加抓伫内底呢。有无？无啦，都无啦，拜托的啦，哪有可能什么？阮的物件，什么有加抓，有瘦肉精，有基因改造，迄拢无，即摆讲过这拢无，出来拢有。唔拿呢吼，你搁摕1万块，乌死我，叫我莫讲呢。真的。喂，你唔是讲1万块摕去，你就歹讲话，要得讲好话，歹讲歹话。啊，你即摆搁甲我闹过。唔是啊，你记者吼要讨新闻，啊包2万好无？我一定要帮因啦。哈？记者你包2万，无怪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安尼好办啊啦。才拄讲遐吼，就麻烦。无伊若无我甲恁讲恁贿赂。无啦，伊是迄不还款啦。我说无赶快。翕个。哦。哎呦，代志哪变安尼啦？难过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喂，哎呀，即马着休热的期间呢，啊，恁的店内底哪安尼这稀微呢？嘿啦，啊就伤过闲，你无看到伫遮拍呼神啦。好啦，姐，你生意就咧歹，冷清清，啊你莫讲话甲刺激，我若想袂开要安怎？我讲你拄好啦呢，
样咧。想袂开，家家讲堂堂甲我来自杀安尼。哎呦，唔通哦，世间啊，佫足趣味的呢。是讲吼，迄做人吼爱趁迄个良心钱，迄乌心钱千万唔通趁，迄趁会着食袂着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即马要入来保养，吼，我传足侪迄种咧有机的、足安全的食品吼，哦，要互我的人客食下午茶。喂，啊，你着好心豆啊哈，好我来保养。好，啊你无姐啊，你不用哦。嘿，哦，阮姐啊，真正有够搞，嘿，伊有先见之明呢。阮食用的哦，早都要使去检查，结果拢总通过啊。即摆都毋惊迄个数我子单位啊来这里检查嘛，对无？那恁姐啊，真正是在真巧，嘿，凭我这个老古板搁较巧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人会晓先去安尼检查，我就袂晓，这步我就衰啊。我是讲阿舅，咱这吼民宿变到这全去，迄边哪有可能有小都强？对咩，哪有小强啦？迄小强嘛，足济，毋是干阮兜有呢。其实恁兜也有啦，无走出来甲你打招呼尔啦。迄是讲嘛真奇怪哦，这小强这家族是盘古时代有孔融道的咧，迄这是外论命的呢，结果拄着数我子，我那17两翘翘哦，多都对。而且吼，毋是干那，伊佫足论命的。哎，你袂安怎甲抬都抬袂死的。哦，所以嘛，才有咧德国家族。打不死的仗。好啦，我看吼，我俩咧食无闲的吼，估计嘿，真正是。哎，你看，过来戏我啦吼，去，谈小酒话者吼，来斗3工者。阿舅敢会使？好啦，你啦，你叫恁潘啊，那你别弄，你这二是头是我当安怎着？哎，人少年就带走，啊，剩我一个老的，看要安怎？老孤单，佮老无伴，啊，佮无伴的人客，啊好，这小强，你害我安尼生理遐尼歹，要找你报仇，甲你杀死。来，咖啡先放过。来，来，阿哥。喂，来，咖啡来喽！嘿嘿，现在有咖啡哦，免客气。好，青菜的果汁无？来，现价的果汁来咯！哎呦，够果汁了哦！哎，来，哦，开张。嘿，两位贵宾啊，毋是我咧爱甲恁学了呢，真正加在恁巧，会晓要来带阮开心民宿。啊，你若继续住喺天天民宿吼，真正会出问题。我甲你讲，阮遮吼，毋那是大安全，用的安全，连这食的物件呢，吼，尤其是咧果汁，这水果是拢我家己咧后山种的呢，拢是有机的，你知唔知？哈，对，这我听我做证啦，迄拢上介天然的，拢鸭肉甲鸭屎，我还有对咧。不过这味咧怪怪，有点呛呢。做一样，系啊，迄头一泡的啦，嘿，迄较补啦。无影啦，你这人客嘛咧爱讲笑，对唔对？阮遐拢嘛有迄个鸭肥了后，有机肥、施肥下去之后呢，绝对有经过时候了，才有去办。有啦，有一个期间，好我鸭过就无去啊啦。讲到有机尔，你就反应遐尼紧，安尼安心啊恁啦。我跟你讲，迄恁若继续住喺天天民宿哦，真正吼，无死就袂大。真正马上出山啦。哎呦，丽姐，我的家呢？歹势啦，糖，阮两只茶啊吼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，对，忘了你的存在，是的啦，阮真经糖。嘿哦，恁天天哦出这问题吼，毋是你的代志，迄是恁阿姑的代志。哈啦，跟你无关系啦。嘿哦，两位贵宾啊，你会当安心啊住在阮家，吼啊，讲实在啦，你吼食这物件吼，绝对袂有啥物任何问题。若准讲真正有啥物代志吼，阮个人吼一定会甲你处理。头家娘，我会甲阿伯借问一个啦。哦，你问。你拄仔讲吼，恁的果子拢有机的嘛？有机的天然。食物件拢有检验过。拢检查过 ，OK，嘿。你是要安怎啦？不行了，行啦，那老三问题你甲我讲吼，我随用车甲恁赶出去哈。不是，无啦。唔是啦。老问题我用车吼送去检查。唔是啦，不代志啦。我意思是讲吼，咱较早讲的，咱唔捌去住迄间，直接来住这间好啊嘛哦，对，哎呦，讲甲足水在。好，你卡在。迄两个只，探钱给你。探钱的啦。对。啊来啦，头天我咧讲，看来这间哦，足歹处理的啦。歹处理。对啊。
我阁有绝招。真的？哦，我不相信你怕袂死，什么打不死的德国蟑螂，怕死啊吼，抓死啊，没人怕。当然你无半只，唔是啊，我是讲人客嘛无半只，空安尼干啦，对面你啊看拢客满啦，讲实在吼，人来差啊济啦。塑化剂，哎呦，对面都掉了塑化剂啊！这，赶紧来敲一个电话叫记者来翕，啦啦滴啦啦啦啦啦啦滴啦啦，滴滴啦。嘿，张小姐哈，对啦，我著天天民宿的头家啦，嘿，阮对面的开心民宿哦，起码嘛掉塑化剂。嘿，即摆人家吼，你夹滚啦，紧来翕哦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看你安怎啦，我那个囝啦。姐姐，这摆是安怎啦？我发生什么代志阮囝啦。你囝。老你太是安怎咩？阮这两家拢住在这点，对啊，拢食对无？对啊，阮囝嘛食恁两牛奶粉对无？对啊。结果食到小迄个无去啊！什么无去啊？你有看，你啥嘿？有啊！我拢看无哈。不是，奇怪，像米粒安尼，要看有哦。哎呦，足严重的啦！哎呦，要死啊！我嘛食几年啊了，我要安怎啊？即摆要安怎啦？哎呦，我是较不要紧啦。我都毋是你讲你，我讲你安怎啦？对啊，要安怎？哎，我这一脉单传嘞，我可以用白条啊呢。我要白条啊嘞，我是偷开啊！迄拍死甲偷袂开啊啦！我倒啦，我倒，这摆是要安怎啊？赔啦！我叫你厉害啦！我唔讲命嘞。别赔啦！这摆说是什么情形？因两个啦。对，因两个。因两个，都是因两个。是阮两个是因两个无我代志。哎，大家，不，滚来！喂，这嘛是什么情形？对人阿某啦，本来咱遮大，咱咧食，搁随因囡仔搁食咱的牛奶，我手斗传咧调河，我水煮小鸟，迄种物件讲奇怪，像地比啊细条啦。赔啦！系啊，赔啦！爱赔！唔敢啦！哎呦，你囡仔惊咧，我看。慢，阮囝即马已经自尊心受创了。所以哦，你莫甲抱，莫个甲。爱考，小等下要考，小等下考。你讲囡仔囝，自尊心受创。是啊。哎呦，我咧听着实在就唔甘的了。但是你放心，那这颗吼，我专门咧治。那经过我的手吼，好利利啊！来，翕面，我记啦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跋筊。喊心要死哭三声，筊啊一定爱互戆的赢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拢演戆竞赛嘛，所以我拢定咧赢筊。哦，是讲以前啦，筊甲韩信到底什么关系？因为这个韩信吼，伊较早看足侪人无什么娱乐嘛，哦，所以就发明一个筊，来互大家来娱乐。嘿，想袂到这毋是娱乐的，免讲赌你赢我输啊，我输你赢呢。博个倾家荡产，哎呦，弄家散济哦。所以到尾啊，伊甲韩信吼，伊甲伊要死的时阵，才哭三声讲，哎呦，若要跋筊啊，一定要互戆的赢。你嘛毋是安尼尔，老福州嘛真好人啊。伊嘛算跳会讲诶，圣人。哦，伊嘛无啥样跋。你看。筊啊，唔通跋哦。筊若要跋咧，先头都袂开花。了。哦，这嘛是伊做的。跋杂无当拢唔通啦。啊，当然啦。什么跋输用我讲？有时阵吼，打个小麻将哦，是会对咱的脑筋
鸡转弯了。鸡转，哦老鸡鸡蛋还有用呀。你讲是老的啦。好啦，那我像我讲讲过年时啊，啊，就吼含厝内阮多4个兄弟姐妹，哎，四卡都要博啊，上赢了阮妈妈安尼啦。哦，啊是安讲。哎，就收东啊钱。哎呦，我讲恁母真够博啊，是讲来博囝来够博也好啦。是啦。人讲珠光赌光为祖先争光吼，吼啊讲什么小赌会当致富吼，大赌会当成家哟。我咧找你有咧，小赌怡情呐。拢走路的人咧讲的啦。讲真的你会晓博袂晓博？我袂晓。麻将你会晓？袂晓。13鸡你会晓？袂晓。有什么东啊？捌知你？袂晓。啊，有像讲咱咧博迄乐透，袂晓。你也袂晓？这奇怪。啊，足球你也袂晓？我叫你甲你大项袂晓啊！我都看小骗一个尔。小骗一个，好啦，真好啦。啊，那唐丽就应该袂晓啦。我会啦，参厝内底的人吼，啊，但是阮拢毋是算钱，比如讲钓鱼仔斤啦，我是讲我拢钓皮讲，哎呦喂，还是讲输的吼，请食宵夜呢，就是一点点钱，但是大家趣味都好。对啦对啦，趣味就好啊啦。系啊系啊，所以今仔日吼，咱来讲这个博缴来提醒咱大家，唔通讲啊遐爱博缴，系啦，啊那三卡欠一卡，你个只牙招。喂，咻一个30分钟，真紧又过去，你个跟你讲再会咯。诶，人咧讲吼，讲10播9输啦，啊尤其吼，你若愈加播会输愈济啦，啊，奉劝咱乡亲啦，咦，缴啊唔通播。人拢笑我戆头戆面，出头天，毋甲亲像海甲天边。平常时，无人唱歌一句一字，彼当时，毋知人生爱做自己，一路行来。总是有苦有甜，你是我的王理由，我感谢你。世界流浪现像走天涯，你做我的分饰，上天的安排，我拢欢喜。一路行来。我的王理由，我感谢你。